椒、香辣牛肉，蜜纹切薄片儿，1勺豆瓣酱，2根泡椒和在一起，盐、糖、胡椒粉、料酒倒出，生抽半勺，不打水，直接涮手抓匀。再来一点点香油，给它们润一下，冷藏腌制20分钟。给一点点藤椒油，拌一起。毛毛盐，搅半勺糖，基本一点点，料酒1勺半，生抽1勺半，和匀。备用。再来一点胡椒粉 ，OK 出花嘞。花椒、姜蒜粒，剁好的豆瓣酱，热锅倒入山茶油。炒这道菜呢，油一定要多，因为油多就是温度高。这灶是5.2千瓦，所以是咱们热油的时候要开小火，不然烫手。7成油温往上走啊，加入牛肉，大火炒散，加入双椒、挽汁，1、2、3，香菜，1、2、3、4，翻火。